好，大家平安，大家好吼，欢迎大家来参加咱台文博览会活动吼。我是志成。咱台文博览会吼，除了咱大家今仔日来参加的这个台语讲座以外吼，咱台文博览会逐个月吼，佫有固定办理，亲像开讲会啊、读册会啊，佫有济济的台文活动吼。咱佫有这台语文的课程。所摆吼，咱大家吼，若对咱台语活动有趣味的吼，拢非常来 follow 咱台文博览会。详细资讯吼，咱伫咧咱正手边下底即个 QR code 点落去吼，就拢会使找到咱台文博览会相关的活动资讯吼。好，所来针对咱即个月吼所办理的活动，甲大家做绍介吼。咱台文博览会，咱逐个月第3个拜六吼，拢有固定办理这台语开讲会。开讲会吼，主要是因适合咱用想要来有台语环境伫咧线顶会使来有这个台语环境吼，来甲大家熟悉，来甲大家上课用台语来开讲吼。咱毋若是讲会使伫咧线顶吼，听大家用台语开讲吼，咱嘛非常欢迎吼，大家会使来报名分享吼，咱的开讲会吼，咱会使来分享咱家己的一寡专长啊，还是讲家己的一寡经历生命故事吼，咱非常来欢迎大家会使来用10分钟的时间，短短的时间吼，来甲大家分享你家己的经历吼。过来咱大家今仔日来参加的是这个台语讲座吼，咱逐个月固定有2场无共款的台语讲座，主要是针对无共款的方向吼，像讲咱今仔日大家来参加的这个台文作家系列讲座，咱今仔日吼就是单雷先的吼，要来甲大家分享。另外吼，咱嘛有针对咱台语文的初学者吼。也是讲，咱对初学台语文想要利用书店来帮助学台语文的初学者吼，咱有这个台文假西咪系列讲座逐个月第3个拜一吼会来甲大家分享吼。所摆大家若有趣味吼，咱的台语讲座拢非常欢迎来报名参加吼。过来咧，咱今年咧，咱非常欢喜吼。咱会上来办理这个台文作家系列讲座。这个台文作家系列讲座吼，除了咱台文博览会佫有咱老台语瑞士的台语社、高雄文学馆，佫有成台台语师资班，佫有世界台语文化论坛来做伙主办的吼。咱伫咧顶半年度正月到6月吼，咱是来讲咱这个台文作家系列讲座，是来带大家要来熟悉这个。陈明仁吼，陈明仁先生，为无共款的角度来熟悉陈明仁先生吼，陈明先生是咱非常台语文界非常重要的作家。咱这系列的讲座伫咧咱YouTube 吼，拢已经有这个影片吼，嘛拢已经上线，所以大家伫 YouTube 内底拍台文博览会，就拢会使看到咱这系列的讲座。另外吼，咱这个月吼特别吼，要带大家来熟悉咱伫咧海外。伫咧加拿大吼，咱用古台语文创作的作家陈瑞先生吼，咱共款吼，要为无共款的角度，亲像咱为运动者的角度，较文学性的，也是讲为读者的角度来绍介陈瑞先生，带大家做伙来熟悉吼。咱今仔日这场咧，咱就是木真教授吼，特别邀请木真教授要来甲陈瑞先生来做这个文学对谈吼。等下吼，咱得甲时间吼交互这个木真教授，搁进一步甲大家绍介。好拄则讲到咱台语的讲座咧，咱除了台文作家系列讲座，咱搁有咱假西咪吼，假西咪的讲座。咱假西咪的讲座吼，就是带大家要来用这个台语输入法吼来学习台语，也是讲学台语真利便的假西吼，这个找台语书店吼，咱咱逐个月。拢有一场若伫巧月吼，咱就是会教大家来使用迄个输入法。若是双月吼，就是教大家来敲找用找台语书店来敲找台语吼。咱这部分是甲台文假西咪合作，是咱总铺师是咱台文假西咪的发起人黑米吼，会来甲大家做绍介。这是咱这个月的活动吼。
过来咱台文博览会吼，逐个月办理超过10场以上的台语活动吼。单单咱读册会吼，一个月就有超过5场吼。伫咧咱倒手边咧，咱是咱台湾文学读册会，逐个月第2个甲第4个拜一吼，咱要来读即个汉乐读写的作品吼，汉乐合写的作品，这是陈明仁的台语，目前咧读的是陈明仁台语文学选。伫咧正手边，咱这找台语读册会吼，读的是8月2的文献吼。所拜你毋管你是初接触台语文，还是讲你想要互家己的台语吼更加进步的吼，咱拢有即个读册会吼，会使欢迎大家来报名吼，甲咱做伙学习台语吼。好除了咱读册会以外吼，咱嘛有固定办理的课程咱后一期吼，迄个罗马字的读写基础班，阁有进阶班吼。有定会伫10月开课若有趣味的吼，就拍即个台文博览会就拢会使找到咱相关的资讯过来咱除了咱协会活动以外吼，咱嘛有甲即个友社老台语岁岁台语社合办即个读册会吼。所拜拄则若参加的即个读册会，若感觉无够开吼，咱老台语岁岁台语社者吼，嘛有侪无共款系列的读册会吼。亲像单类的台语文学读册会，阁有陈明仁的台语文学读册会，也是讲两寡读册会等等吼。咱后个月吼9月活动吼，就是咱老台语岁数社台语社单类台语文学读册会读册班吼，要来甲咱分享吼。这吼若有趣味吼，大家会使伫即个老台语岁数台语社的即个面册吼，就拢会使找到遮的资讯。好若要找到阮吼。也是我顶悬讲到的活动课程非常欢迎大家吼，会使扫这个 QR code 吼，就拢会使找到顶悬相关的资讯吼。另外吼，咱像讲恁若对阮咧做的台语事工吼，若是感觉对阮咧做的台语的理念真认同，也是讲阮咧做的台语事工想要甲阮支持的，阮伫咧QR code 内底吼嘛，拢有阮会使寄付捐款的资讯吼，伫咧这个 QR code 内底嘛拢找得到。好咱今仔日这场呢，咱就是邀请咱陈雷先生吼，甲陈茂金教授吼，要来要来讲这个陈雷的台语文学成绩甲创作这个主题吼。特别邀请茂金教授甲陈雷要来对谈吼。好活动要开始进行咧，则提醒大家吼，大家YouTube 遮收看吼，咱 YouTube 有一个老话功能吼，嘛鼓励大家吼。会使伫 YouTube 吼，加利用即个老话功能咱伫活动的上尾会互大家来甲即个今仔日两位主角吼来做互动。好，安尼接线吼，我就甲时间交互咱茂金教授，多谢弟弟。各位线顶的朋友，大家好。陈雷先生好。即马台湾的时间吼是暗时10点吼。足多谢大家今仔拢为着要来听陈雷先生的即个演讲吼甲分享。所以我先来小解陈雷先生呢，佮有咱今仔日的活动的流程吼。我是茂金，真荣幸会当今仔日来主持即场台文博览会，足重要。伫8月份的即个陈雷的台语文实践甲创作的文学对谈。咱知影陈雷先生呢是足重要的台语文学的作家。实际上陈雷先生有3个角色。第一伊是一位医生，是台湾真优秀的医生。伊是伫1939年出世，伫1965年的时阵，陈雷先生呢，伊就去到美国甲加拿大留学，然后就留伫加拿大遐来做医生。伊伫1987年的时阵呢，开始即个台语文的写作。毋若是写作，伊同时嘛参与即个90年代的即个台语文的运动。所以伊一方面写作，一面从事台语文运动的过程，有真侪足重要的作品来产生。有足侪本出版，足侪即个陈雷的短篇小说，佮有剧本，嘛有长篇的小说，就是咱知影足有名的《乡树宝记》。特别是伫今年的5月份，有出版一本足重要的作品，叫做《咱人的世界》，互少年朋友的人生的笔记。
这本册咧吼是伫今年5月份拄出版吼，我真推荐互咱线顶的朋友会当来买一本，因为这本册出版我实在足欢喜，因为这本册原本这本册内底的文章咧原本伫台湾通信网报连载的时阵，我拢起来用做上课的教材所以拢爱去影印这个教材来互学生。我发现这个咱人的世界这个专栏的这个文章对学生因有足好的启示，佮有伊的书写，真互学生会当有真好的这个学习。所以即马家出这一本册，我感觉对未来上课加真利便。所以这本上新的作品嘛，推荐互咱线顶的朋友今仔日伫咱这场这个单类的台语文实践甲创作，咱这场主要的内容是咱想要来了解陈雷生呢，伊伫1990年代迄个时阵开始使用台语文来创作的这个原因甲过程是啥物？特别是迄个时阵呢，陈雷生伊嘛有参与着战后最重要的一份台文通信的这个编辑的工作、组织的工作伫迄个时阵因有拄着啥物问题伫迄个时阵，海外台湾人对台语文的书写、台语文的意识是啥物款？这个部分是即马真侪伫台湾的少年人检测毋知影的这个历史，佮有因伫书写的过程对台语文台语文学的通路，因有啥物款的想法？所以这些拢是对现此时的台语文的发展生命力的这个发展，永远是最重要的议题。所以今仔日咱的这场讲座实在是足难得，因为咱会当听到陈雷生的本人来分享，伊这个为90年代到呾遐尼侪当的时间，伊从事台语文运动、台语文写作的这个过程，佮有伊想要甲现此时的台湾的少年人分享的议题。所以这个是咱今仔日主要的内容。算落来，我来简单小解今仔日的流程今仔日的流程就是咱等下就由陈雷生呢先分享30分钟，针对今仔日的主题做一个分享，然后为差不多10点55分开始的30分钟，我才会针对陈雷生呢伊的分享有准备3个问题来甲伊请教互动算落来30分钟呢。就由地定代表这个打到台语文促进协会来甲陈雷生呢请教佮有问问题最后拄则地定有讲有一个最重要的时间就是咱差不多伫11点45分到12点的时阵会留15分钟。互咱的观众，互咱线顶的朋友，所以若是你伫听这个陈雷生的演讲的过程，有啥物想法，还是有啥物问题，拢欢迎你会当留话伫这个这个留话的所在，所以阮会收集这个问题来请教陈雷生的。所以以上就是今仔日的这个这2点钟咱的讲座的内容，所以咱真欢喜虽然咱即马是伫线顶，但是咱嘛要用上老热的扑啊声来欢迎陈雷生呢特别半工来甲咱线顶的朋友有一个遐尼难得遐尼宝贵的这个时间。好安尼，陈雷生请。多谢吴晶教授，多谢地婷，多谢主办单位甲协办单位经过咱大家的参详，咱今仔日有提出6个问题要来介绍，要来讨论啦不过伫开始讲这几个问题进前我想我来用几分钟的时间放一个相片互大家看一下算作是咱今仔日讲话熟悉的一个话头啦好，第一个影片，第一个投影片这张影片就是咱行路来到一个所在拢无人空一片空地看看一条路直直一直行路边一个牌讲这个所在叫做丰原这个地方叫做丰原也无看人也无看啥货
这个方言吼，对咱台湾人讲吼来讲吼，有一个真歹的名声啦，吼，因为伫这个白色恐怖时代吼，方言是足歹的物件，吼，你若讲方言吼，会互法，会互公开侮辱，吼，袂使讲就对啦，吼，但是呢，从迄阵到呾吼，真济台湾人无相信即句话啦，吼，所以坚持要讲方言，吼，而且想要用方言来写咱的文学，写咱的种种的代志，吼，所以今仔日行来到即个方言的所在，吼，咱济人，包括即摆在线顶的济人，吼，咱就会问，即条路搁行过来，吼，会通去到对一搭？因为拢无看啥货，吼，即条路直直去会通过到对一搭，吼，即个吼，咱毋免嫌疑，因为吼，历史上讲起来，国际上毋领台湾，国际上讲起来，吼，即条路已经济人行过啊，吼，过600年以来，已经济人行过，因到尾行去到一个所在，叫做民族文学。所以这条路就是方言到民族文学的路。我相信啦，吼，嘛希望啦，吼，咱大家一步一脚印，有一日，或者经过50冬、100冬、200冬，咱会行到一个所在，叫做台湾民族文学这个所在，吼，多谢，这就算一个话头啦，吼。过来咱倒转来讲，吼，讲咱的问题。第一个好，搁过来。第一个问题，吼，对，这个就是要介绍、要说明讲我是安怎开始用台语来写作啊？是啥物机会、啥物理由？好，搁过来。这个进前吼，我用当来介绍我这个少年的时阵，我的社会语言的背景吼。我迄个时代吼，我的中学甲大学的时阵吼，伫学校内上课时阵拢是华语啊，吼，华文。除了迄个以外，甚至伫学校内课堂外、社会上厝内拢是讲台湾话，吼。出国了后，当然就是变做英语的社会，吼。伫即个1984到85年的中间，吼，我开始写一本即个白色恐怖时代的一则小说，叫做《白家村》，吼。当然迄个时阵是用中文写的，但是呢，毋知安怎，真自然，迄个内面的对位是变用台语来写，吼。这是一个真自然发生，但是也真奇怪的现象啦，吼。迄个以后呢，我就开始学台文，开始用台语来写，这是迄个简单的过程啦，吼。好，搁过来。所以这本《白家村》吼，白色恐怖时代的一个台湾草地满岛所在发生的这个政治犯的家庭的故事吼，是这个互我刺激我写台文、思考台文的这个我觉的所在啦吼。是安怎讲呢？好，过来，咱来看伊这个文字，这个当然是这个当然是华文，但是伊对话我用黄色画出来所在吼，是咱台湾话，台湾话对话就对啦吼。像讲三节这是安怎来吼？安尼修理因才袂佫搞怪，这是拢台湾话但是用汉字写就对啦吼。所以这是真奇怪的所在吼。好，佫过来。
所以毕加春这个小说写了吼，互我两项代志。第一，一个困扰就是讲安怎写来写去，这个滋味都毋对吼。我现就要讲这个咱台湾大小我切啊面，这个面是安怎煮出来拢无成吼。所以我头壳内有一个想法，就是讲是安怎袂当这个规个故事，咱用台湾话来写，为什么？敢有真正确的理由，敢有真确定的理由啦，吼。好，佮过来，结果想来想去，吼，我得到一个答案，吼。要说明这个答案进前，我都要来介绍，吼，咱1945年以来，就是讲这个中国政权来占领台湾以后，伫台湾这个所在所产生的文学是虾米款？吼，咱才会当了解讲，这个毕加春的地位是安怎？吼，第一，这个1945年以来一段真长的时间，咱台湾的文学是叫做实民文学。这个实文呢是相定的实民，因为第一，伊的内容是实民者的内容，吼，拢是中国的物件，无一项讲到台湾的故事。第二，伊的文字甲语言，拢是实民者的语言甲文字。中间代表的作家，咱大家拢真熟悉，叫做白先勇、余光中遮的作者。迄个时阵就是咱台湾的主流文学。到1970年、80年年代咧，一寡台湾的作家才开始写咱台湾的故事。当然，迄个时阵是用中文写，迄个名叫做乡土文学。当然咧，这个文学出来了后，这个实民文学者足反对，因譬如讲咧。台湾人的代志，哪有啥物价值通写做文学？所以迄个时阵叫做乡土文学。但是呢，咱拢知影啦，这个乡土文学，一旦你开始写台湾人的代志了后，佮过来迄步就是你会想讲是安怎无要用台湾话来写？所以咱会使真正确来讲，乡土文学就是台语文学的现声。先等一个类，互你听到，你知影讲过来，好要来啊！台乡土文学是台语文学的现声。真正讲过来会发展，真自然，咱台语文学就来产生。但是其实这中间，1982年迄个时代，有一本册叫做《毕加春》出来。其他可能也有，我无啥知影，就是开始用中文来写，伊的对话就是台语。这就是迄个我觉的所在。好，搁过来。所以伫1986年台湾通信第10期有一篇文章叫做《台湾文学发展的下一个阶段》，迄内底就是这个毕加春的这个困扰的结论啦，就是讲过来，咱台湾文学要发展，就爱变做台语文学，才会当脱离这个翻译文学的困扰。好，搁过来。所以有这个结论了后，我就开始要写台文，爱学安怎写，因为咱拢毋捌学过，我嘛毋捌读过，毋捌读过台文的物件，好，搁过来。所以我用差不多几礼拜的时间学，这个咱台湾已经有100几档历史的白话字，这个真要紧，因为我决定要写台文了，第一个问题就是讲要安怎写，我因为毕加春用
中文用汉字来写台文，写了真无满意。我知影讲用汉字袂当来表达咱台语的文学，无法度。我有这个经验，所以我会找白话字。我感觉这个决定非常重要。吼，对真侪台湾作家要写台语文学的，可能是一个较困难的阶段。要脱离这个汉字的窗仔箍，是可能无啥容易。吼，所以迄个时阵，这个决定我感觉是真要紧。吼。这个决定了后，我就学白话字。白话字了后，就用汉罗，用汉字，因为迄阵诶语言的环境就是有汉字，你写出来，人才会当读者甲有法度通真正甲你了解。你若全部白话字，这个真少人会了解你。所以迄个时阵是第一篇的。1986年就写第一篇的试验产品，叫做美丽的上罗兰，伫这个1987年台湾文化伫美国加州台湾人编的这个杂志发表，好，过来。所以结论讲起来，就是这个开始写台语文学。这个机缘也是理由动机，都是因为文学艺术的要求，感觉讲用华语来写台湾人的故事，袂当达到，我理想的这个文学的艺术的要求，这是上大上基本的动机。后来呢，开始写台语文学了后，产生真自然产生另外一个动机啦，这以后才去讲。好，过来。过来第二个问题就是90年代海外的台湾人对台语书写的看法。我想大概简单讲起来，你若甲迄阵的台湾人讲，我咧写台语，因有会经过3个阶段的问题出来了。这个是我亲身家己经验嘛是安尼，我相信侪台湾人即摆第一摆接触到讲有人咧写台文的时阵，伊原来会经过这个3个阶段啦。第一个阶段就是啥呢 ？What？ 啥？你是咧讲啥？台语敢有文，敢会当写？这个 what 这个阶段，你甲伊解释了讲会当写过来是啥物问题？好，过来，过来就是讲是啥？你写台语是要用啥物字写？用汉字写，用日本话写，还是用英文来写？这就是好，要用安怎写？这个阶段，这个问题会出来。过来，你也讲有字哦，台文真正有字哦，伊同意讲有字会当安尼写顺，伊过来伊会问真侪问题，这个 why 为什么？这个是较困难的阶段，要克服这个阶段是较困难。就讲咱都用中文、用英文、用日文写甲好势，是安怎才要搁用台文写？你是咧安尼搞怪要创啥？第二咧，是啥物代志会当用台文写？是啥物代志一定要用台文写？用台文写有啥物路用？有啥物路用？咱台语会晓讲就好，会晓听就好，啥态度搁会晓写，这种种的问题会出来。这个问题经过这个3个阶段，这个问题解决了，你才会相信讲有影用台语来写台文，
特别是写台语文学，有伊理由，吼，这就是这个阶段，吼。啊，这毋是90年代台湾人的看法啦，吼。我相信到当真侪台湾人，吼，拢都爱经过这个阶段，吼，才会当真正了解讲为什么要写台语文学，吼。好，过来，吼。第三个问题就是讲，你初用台语来写台语的时候，会碰到什么问题啦？吼，啊，我是用作者吼诶角度来分析这个问题。吼，第一，你作者爱决定讲你要用什么款的文字来写，你是要用汉字，全部用汉字来写，还是用汉字兼罗马字？还是全部用罗马字来写，吼，这个你爱决定，啊。啊，第二，你作者爱考虑你读者安怎才会当了解你写，吼，你写出来了后，读者敢会当了解你写的物件，吼。啊，第三，爱个考虑讲你写出来这个物件，要安怎才会当去到这个读者的手内，这个通路安怎行？吼，有不然呢？这个问题会产生出来，吼。过来，第一，这个作者要选用什么字来写？吼，这个咱搁看倒转去啦，吼。写台语的文字，吼，过去咱新港文迄个时代莫讲啦，吼。过去100多年来，吼，经过真侪变化啦，吼。伫即个上早年代，1885年，吼，白话字出来了后，经过安尼百几档的经验，会使讲基础已经真侪，但是呢，真少人知影啦，吼，到当为止，吼，少数人知影，吼，特别是90年代，吼。啊，第二，1920年、30年代以来呢，有一派叫做台湾话文这派的人，伫日本，特别是伫日本留学的台湾人，因认为讲用汉字会当来写台湾话，啊，就是这是甲这个汉俄啊这派较无相啦，因是要用汉字来写台湾的口语啦，也叫做台湾话文啦，有这派的人，是啦。啊，1960年代以来呢，也有一派，包括王玉德、郑良伟教授，因是这个看迄个时阵台语的现实的客观的环境，认为讲迄个时阵的台语的写法都爱汉罗。用汉字，台语发音的汉字，加这个罗马字，特别是白话字，来写，这叫做汉罗。啊，伫1970年代啊，一寡伫北美出版的这个台语报纸啦、刊物有这个实验过，啊，1991年台湾通讯嘛有采用这个方法，这是汉罗写法。第三种写法就是当然1885年以来这个白话字的写法，所以作者爱这个选择，我迄阵选择就是用汉字，咱常用会晓台语人一看到会晓发音的汉字加白话字，兼白话字南落去写，安尼，好，过来，这是一个根本啦，就是我用汉罗的写法写的一篇李石头的古怪病这个故事，算做一个实验产品，伫这个1991年伫北美的台湾公论报，肯甲我刊出来，
这个版本吼，我有小可甲放大放大边啊，就是讲，伊迄个时阵吼，为着考虑吼读者会要互读者了解讲到底这是虾米碗糕吼啊，每一个罗马字的所在后面有用花文来甲来甲说明，像讲字后壁就说明讲就是花文就是在这个款的写法这实在是足困难啦毋仅读者困难，作者困难咧编辑出版这个李石头古怪版这个公论报的编者见看到这个文章读较足痛，因为迄阵也无电脑软体来处理这个声调种非常困难，拢爱用手来标调啥货所以单台湾公论报这个台湾独立建国联盟的机关报，才凭甲你看这的文章啦好，搁过来。毋知有时间通讲无？我简单啦这个用单位90年代在早期的作品伊出版的经过咱就知影讲迄个时阵的通路作者的困难，读者的困难甲出版社的困难这个毕加村这个我拄则已经讲过1986年公路报协助出版美丽的上落啦，1986年，伫87年，伫海外北美台湾人办的本土意识较重的杂志，才会当甲你发表李石头的古怪病1991年8月伫公论报发表迄阵也未有固定的出版台文的刊物亲像台文通讯安尼会出版大头兵黄明良伫1992年伫台湾台湾文艺才会当出版OK， 搁过来。所以真自然啦总结起来，迄阵就是你若是台文的作者尤其是特别是文学作者你自然就变做一个台语文的运动者，因为你亲身会遇到真济的困难，你知影讲台语文台语文学要发展一定台语文运动爱发展才台语文学才有出路当然这是互相的关系，我以后再去说明好，搁过来。我即摆来检讨一个30年后咱台语书写的环境有啥物改变我即摆遮第一即个乱汉字有一个列出来下底这一句我读互大家听啦因为我无读，真侪人可能看无我是去查字典才查出来下面出一领朴色的衫，这是第一句我相信95%人读无这是啥呢？这是教育部官方裁定的标准台语汉字过来云带涂骹酸这嘛是标准台语内面查出来这个过来免啦，我毋免去讲啦就是这就是所讲的教育部的标准汉字所以我讲叫做乱汉字罗马字也毋免讲啦过来套第三这个结论我个人的结论就是讲
即个所讲的汉罗吼，愈行愈袂通啦。因为呢，即个外来政府吼压迫台语的政策伤过成功，即个伤过成功了后吼，汉字写出来台语，台湾人会晓读的愈来愈少，所以即个汉罗的即个底子，即个理由愈来愈衰弱，变无去。因为你写出来汉字，台湾人读无，所以无需要汉罗，爱纯罗马字才对。这是足自然，吼，足合理的即个理路就对啦，吼。所以伊压迫台语伤过成功了后，汉罗自然就消灭，变做你若要学台湾话，要写台湾话，一定爱罗马字，吼。这就是我的结论，吼。好，搁过来。这个30档后的结论，可能咱唔免去讲啊，吼，时间的关系吼。真侪结论就是讲吼，这个汉罗愈行愈矮，啊，台语是有字通去写，啊嘛会当写逐项百种的物件，吼，这个台语文长期若要有活力，爱有一寡新的条件的，这以后咱再去讨论哈。搁过来，这个台湾通讯读者评议会这小组，咱伫7月这个工作内面有较详细讲嘛吼，所以可能咱今仔日这个就甲跳过，啊若有问题则咱发问的中间则过来问吼。好，把这两个甲跳过，这两哎呀，搁过来。这个过来第5个问题就是讲台语文学吼，伫台语文运动甲台湾民主运动的中间是啥物角色？啊，这三个到底是啥物款的吼？的关系啦，吼，关联吼。啊，用一张图来讲，就是讲这是 triplet 吼，三胎啦，吼，三胎生做伙的物件是合做伙的吼。好，搁过来。是安怎讲咧吼？简单讲啦吼，咱看90年代吼，这个台湾运动以来吼，这个台湾运动咧，伫这个无形中、无意中吼，低引着台语文学，因为伊台语文运动和台语文学继续做出路，会当互读者看到安尼吼，那是低引着台语文学吼培养台语文学大汉，但是另外一方面来讲咧，吼，台语文学愈用了后，吼，伊颠倒低引着台语运动，因为台语文学吼，迄台语运动吼，产生足侪真好的即个素材，吼，台语文学所产生的物件吼，变做台语文运动的工具，还是武器，吼，计时头啊，就对啦，吼，所以这是互相抵应啦，吼，这个关系是真清楚，应当是真清楚，吼，这个互相的关系，其实毋是干那限伫台语文这个物件，世界吼，各族群的语言吼。我那有这个真清楚的关系，当然，甲台湾这个语文运动，这个有小可差别的所在啦，吼。好，搁过来，所以吼，用图来讲啦，吼，这条路顶缘吼，台语文运动甲台语文吼，实在是手牵手咧行啦，吼。好，搁过来。敢有跳浪一条去吼，是毋是？有，哦对，这好，这个
台语文运动甲台湾民主运动吼，共款还是手牵手啦吼。咱伫即个1920年代吼，有即个伫日本台湾人有组织一个新民会吼，因迄个时阵有创刊一个刊物叫做《台湾青年》吼，1920年代哦，即个台湾青年即个咱看即个图，我超工甲找出来，即台湾青年吼，即个上顶悬纸，这是白话字哦，台湾青台湾的台湾青年吼，这是白话字吼。即个新民会吼，会使讲是迄阵的台湾人的反殖民啦吼，但是民主运动即个社团啦吼，甲刊物啦吼。当然伊的立场迄阵是还阁无真清楚啦吼，因为伊的宗旨吼，第三个宗旨是爱联络中国伫中国的统治，伊是安尼讲。所以伊的路线是也无真清楚，伊反殖民的路线无真清楚，所以无偌久吼，就叫中国的即个左派安尼渗透，迄个参入去，怎啊变无去就对了吼。这是台湾青年好，过来，第二个例就是1964年吼，20冬后，即个王玉竹伫东京共款。一群台湾人伫东京伫日本创立的台湾青年社，伊表面上看甲台湾新民社真共款，但是伊的路线计足清楚，伊是主张台湾人爱独立，毋但政治上独立，文化上爱有主体，所以伊真清楚，迄阵已经真清楚啊。所以伊自开始就讲台湾话是台湾民族的灵魂，正式甲台湾语文运动、甲台湾民主运动，或者讲反殖民运动手牵手，好，过来，过来咧，90年代，咱即个60年代到90年代，咱台湾反殖民运动上主要的主力是放伫反殖民，即个文化运动，即个都差不多真侪人拢无注重、无注意到啦，到90年代，伫美国，台湾独立建国联盟，美国本部的主席蔡正良，伊1994年当选主席，用伊人生最后较无2冬的时间，全力来咧推广台湾语文，迄阵写信啊，安尼用伊拖病的身体全力来过来。伊把即个台湾独立建国联盟的机关报《公论报》伫迄个报社的内面塞真侪台湾语文运动的物件，当时呢你会感觉真奇怪哦，台湾独立运动联盟内底真侪反对即个的势力。反对台语运动的势力，感觉真奇怪，但是迄是事实，1995年，蔡正良办第1届台文夏令营伫美国Houston，即个以后到当咱每年拢有一届个，叫做台湾世界台湾语文夏令营，台湾语文营款啦好，过来，所以即个台湾语文运动甲民主运动手牵手的真侪啦，所以讲起来过来即张，
这个嘛是共款啦吼。兄弟啊，弟妹啊，安尼看咧行，这运动是安尼吼。搁过来这张图搁较清楚啦吼。其实是3个人踏一只脚踏车啦，吼。这个3个运动吼，袂当欠，互相3间袂当欠一个，你欠一个无合作吼，就袂顺事啦，吼。好，搁过来。好，搁过来吼，最后一个议题，咱台湾文学思想的通路是啥？咱小可来讨论一下吼，到底咱台湾语言吼，要用什么款的方式来写？吼，过去安怎写法，即摆安怎写？过来什么款的写法才有法度吼继续落去？吼，好，搁过来，这个咱毋免搁详细讲啊，吼。这个梁公兄弟最近伊讲的这个，我所知影的台湾语文运动内面有一个新的概念，就是讲咱台湾语文运动吼，其实是按17世纪新港文遐就会使算起啊，吼。这个新港文用到100几档以后还咧用吼，最后一个新港文书的文件吼，1813年哦，也有存在吼。这个1885年，这个毋免讲啦吼，白话字这个真成功吼，100几档来已经真成功，证明讲真好用吼。1920年代所讲的台湾语文，咱遮拄则讲，用全汉字来写台湾口语的文学，这个物件吼。迄阵真侪人啊，黄兆辉啦、赖和尚拢是这款的写法吼。好，搁过来。共迄个时阵吼，1920年代、30年代吼，这个伫台湾通信30档特刊内面吼，屈伟宪吼有一篇论文吼，伊有整理出来。共迄个时代真有至少有遮个这个用白话字写的台语小说，吼有存在，吼好，搁过来。吼，这是理论的根据啦，吼。1960年代汉字、罗马字，吼，台语的写法，吼，王玉德先生、陈良伟先生，因为迄个时阵台语甲华语的生态，吼，为运动的角度来看，吼，有需要用汉字甲白话字来写。白话字哦，毋是拼音字，吼，汉字甲白话字南咧写，叫做汉罗，吼 ，OK，经过吼1990年到2024年这30档，吼会拍拼，吼，汉罗的写法变做主流的台语文的写法，吼，是变做大概安尼应当是无毋对啦，吼。好，搁过来。咱来看，搁过来30档，这个台语文敢会写法会变安怎，还是会什么款的变化，才会生出真正的活路吼？这个是较重要吼。咱来甲讨论看卖吼。这个汉字吼，咱即卖教育部的所讲的标准的写法，伊是汉字兼拼音字，伊讲是罗马字，但是咱伊家己的号名是闽南语拼音字啊，啥讲的吼？拼音字啦，吼，汉字甲拼音字写法，这个写法会当存在，就是讲台湾人若看到汉字，会晓甲读做台语，这个是上基本的条件。若无这个条件，汉罗存在的理由就不存在，伊的基础就无去。吼，咱即卖台湾语言的趋势就是讲，愈来愈少人会晓甲汉字读做台语。吼，所以刷落来讲，就是
汉字兼拼音字这个写法，愈来都无伊诶存在诶基础，无伊诶理由，吼，这是长期看起来，吼。啊，第二，这个你若讲要用罗马字来写，你袂晓发音汉字诶人会当了解，会当读，但是毋是拼音字，应当是文字。吼，啊，台语诶文字除了汉字以外，都是白话字，所以需要坚持白话字。第三，现代诶科技诶压力，现代诶科技 Internet 也是 AI 种种吼，对弱势语言有两个效应。第一，你若无牵连到，你若无坐着这班车，你会一直弱去，你甲人竞争袂起来。啊，你若好运有坐着这班车，坐着现代科技的资讯的这班车，你会帮助你恢复，会活起来，会用起来。所以这是上面的科技的这个效应，吼。弱势语言一定爱坐着这班车，啊，咱台语袂当例外，吼。啊，所以呢，这个现代的科技呢，其实咱若坐着这班车，等于讲咱坐着这个语言的联合国，咱加入这个联合国内面啊，吼，至少咱有一个正常化的根据，有迄个底伫伫遐，吼，才袂叫夭寿去啦，吼，好，过来。所以吼，伫台湾通信第10期1986年写迄篇台湾文学发展的下一个阶段吼，咱已经到第一个阶段，这个阶段应当爱搁踏入去另外一个阶段，2024年的阶段吼，过来。2024年的阶段，这个新的阶段，应当就是吼，咱渐渐台语文学的自然渐渐脱离汉字的苦啊的束缚甲限制，吼啊，渐渐白话字变做台湾文学的这个语言出来，吼，我相信咱台湾国、台湾独立、台湾族群，若有独立的这个路线存在，咱台湾语文的路线就是安尼，好，好，过来。搁倒转来即张相，吼，咱搁甲做伙讲一摆。咱行来到即个所在叫做方言，即个所在，因为咱相信咱的母语，搁行去即条路，会当带咱行去到叫做民族文学即个所在，吼。咱伫即条路，毋是第一个行过的路，因为世界上真济有活力的文学，拢已经行过即条路。有时100档，有时200档，甚至300档，为12世纪、13世纪奋斗到20世纪才成功的，哦，就是即条路，这叫做咱台语文学的世界，吼，好，过来。吼，顺续做一个广告，10月26刷落来迄集，就是要讲为方言教做民族文学的路，吼啊！今仔日
讲到遮过来，咱来对话甲目前教授对话，甲主办单位在线的听众，咱来互相对话发问多谢。多谢，真多谢陈律师呢，拄则的这30分钟的分享，互咱真清楚看到这个陈律师的理念就是为方言到台湾民族文学的这条路线，搁有伊家己本身写作的这个经验。我遮有准备几个问题，想要请教陈律师呢。第一类就是讲，拄则伫这个分享内底有讲到台湾语文运动甲台语文学，佮有台湾民族运动的这个关系因为咧最近咱知影就是拄发生这个台语正名的问题，特别伫这个文化部举办的这个公听会国家语言发展法的公听会就是咱在讨论这个台语正名嘛有受到足侪的无共族群的这个反对这个困扰，所以我才有一个问题就是讲。拄则陈律师咧讲到台湾语文运动甲台湾民主运动是这个手牵手、互相相竞、互相扶持的这个关系。但是咱看台湾的民主，照讲即嘛是真成熟就是讲外界认为民主就是台湾的一个扛棒台湾的骄傲。但是咱看台语文并无因为民主化运动的成功，所以就出头天。咱犹原伫这个体制内底，真困难，特别是伫这个所谓的这个多元文化的这个这种的政策下面，咱知影即马伫学校台语文拢甲会当讲43个原住民6个这个客语佮有足侪担任语言台语的比例是57%，遐尔少互学生选择，所以我想要问的问题就是讲，台语文运动就想无因为台湾民主运动的成功，所以就出头天，所以敢是咱犹原爱坚持迄个体制外的这个运动的路线，所以想要请教陈律师呢，对目前民进党政府就是因在推送这个母语政策你的看法是啥物款你认为？现处是也是未来的台湾语文运动甲台湾民主运动的关系，敢是共时会有帮助呢？还是讲其实咱爱伫这个所谓的这个体制以外，继续行咱家己的一条路线？还先就这个问题，请教陈律师呢？多谢，多谢目前教授这个问题这个咱台湾即摆是。民主政治无毋对但是呢，这个民主政治定定互这个殖民体制利用做扛棒变做一个假民主政治这个2020年诶调查会讲咱即摆台湾日常生活用台语诶人口有31%，14岁到6岁中间有7%，日常是用台语讲讲话。我相信这个数字有讲了有较悬啦，而且这个数字愈来愈少所以伫这个民主政治的体制下底这个。政府的政策这个伊是根据这个民意啦来做的代志，所以这个民意若无真大的这个压力伊这个体制内无啥可能讲甲你积极来甲你改变这我要讲的就是讲这个推塞这个体制内的语言运动也是都爱靠体制外的民意啦被殖民者永远有两个工课通去做反殖民的工课。第一个就是
爱独立，爱反殖民，政治上爱独立。第二个文化上，爱有主体性，爱有把握着文化的主体性，这两个就是咱被殖民者永远的课题啦，所以咱拄则讲语文运动甲民主运动手牵手，真不幸，真不幸，咱这个近代台湾这个民主运动甲语言运动手牵了无完，就闹手去。一段足久的时间，这个语文运动这个脚踏车对无着啦，希望即摆咱赶紧手牵手，搁骑去咧共一台车，安尼拍拼当然，我是认为讲，这个靠体制来，这个来替咱主导，这是可能是这个半做梦的代志，无啥实际，无实际啦好，这个我是小甲你回答你这个问题。好，多谢。多谢啊！确实，就是台湾的情形真复杂，就是讲咱这个民主化以后，即卖这个殖民势力抑阁存在伫台湾的社会，所以这真复杂，就是讲咱共是面对迄个还未离开的华语的霸权，阁有这殖民者，也是讲因的这个共阵营的人抑阁伫这当中，所以接线第二个问题，想要请教陈律师呢，就是有关这个台语书写演化。台语书写演化到现阶段的情形，拄则你有分享一个最重要，就是讲即马迄个1990年代汉乐的即种的共识，到甲现此时，因为迄个国语政策伤过成功，所以汉乐的底底变做无在，就是讲台湾人敢若看汉字真歹念出伊正确的台语音，所以你认为未来一个趋势是全乐的书写会当行一个真正的台湾民族的文学。实际上，安尼的观点嘛，甲60年代王玉德认为将来的台湾话上理想是全乐的，但是还未这个佫有汉字的这个势力存在，可能是行汉乐。但是我想要问的一个问题，就是讲咱看现此时的教育部的政策，包括即马在出版的主要的台语的文学的册。台语文学的册，包括囡仔册也是讲针对一般社会大众的这种册，拢是以全汉为主，就是讲有一寡较拄则举例较特殊的汉字所以等到看起来，即马这个政府的教育部的政策嘛违背，就是讲无照迄个时阵这个台语文运动的民间的一个共识。实际上并无安尼，就是讲咱即马看出版品大部分拢是以汉字为主，所以即个嘛是想要请教陈律师，敢是讲伫台语书写的路线顶面，有可能会行两条路线，一个是透过政策，因为即马教育部的一寡补助，还是伊的文学奖，就是拢以全汉为主，是学生囡仔朗读比赛。演讲比赛、加演讲稿、朗读稿，拢是全汉字为主，所以学生啊就辛苦伫遐记这个汉字的发音，写伫边但是咱嘛看到白话字的活力，同时存在，亲像这个打到台语文协会安尼的组织，继续在吹杀白话字，足骨力在吹杀白话字，所以咱亲像看到伫即个阶段，台湾有两条路线。台语文的书写在进行，所以想要请教陈律师呢，安怎看这个问题？就是讲伫书写的方面，咱面对一个困境，就是讲嘛有足侪台语界的人会认为，咱爱尊重标准化，咱爱行标准化，所以咱爱照教育部标准化的汉字，甲这个罗马闽南语罗马拼音来书写，所以这个是就是讲。白话字伫这个体制内底有受到困难，亲像足侪用字文学奖的规定袂当使用白话字，所以白话字变做继续伫亲像1885年发展的这个
台湾府城教育部一直伫民间内底继续困难，但是慢慢进行。所以，请教陈瑞生有关这个现处是台语书写演化的情形，佮为未来的路线，你敢会认为可能嘛是这种两条路线，还是讲你认为有可能会安怎发展？这个部分想要请教你的看法。多谢吼，这个是我看你看今仔日有一寡问题吼，我是感觉这个问题是可能上重要的问题吼这个你拄则讲的迄个两条路线吼其实我用一个例来讲，就是讲吼，咱最近伫台湾这个政治界吼，有一个真心实真奇怪的现象，就是这个无色的这个党的这个会使讲做骗局这个代志发生吼，这个教育部所做的教导吼，会使用这个来做一个比例啦。我若要讲较歹听吼，这个教育部吼，这个在拖咱这个台湾运动拖后骹的步数吼，我相信有5个步数啦吼。第一，伊是用这个民主这个扛棒吼来讲好咱这个代志，咱都爱来招大家意见来讨论啥货吼。即摆遮人过来出汉字啦，过来出落拼音字过来出来，则讲咱来标准化，好，这是第一步。这个标准化标准上定的呢是伊定的，标准汉字啦，标准的拼音字，迄拢伊定的，这是第一步，第二步呢，就是拼音字，拼音字在伊讲是拼音字，毋是字，因为伊就是暗示你讲台湾话除了汉字以外就是无字啦。虽然用拼音嘛是拼音尔，爱拼汉字的来发音。所以教育部所讲的汉罗，其实毋是汉罗，是汉字佮加汉字的拼音安尼尔。所以是全汉。伊已经明白甲你讲啊，所以咱无奇怪啦，伊即摆咧推测的拢是全汉，迄是伊已经明白甲你讲啊，伊是汉罗拼音啊，毋是两个文字斗起来的汉罗啊，毋是王玉德的讲的汉字佮加白话字，这是第一个骗步。第二，伊拼音字伊甲你换一个名叫做罗马字，其实是波波拼音尔嘛，这是骗局第二步。第三步，咱大家同意了后，讲标准化啥物货了后，伊才出后步，像你拄则讲的，是用资源用啥货朝变做讲大家拢用汉字，奇奇怪怪的汉字。这是后步，第三步。第四步，伊用这个方法来甲你讲，咱台湾话除了汉字甲拼音以外，无字，否定白话字的存在，这是第四个后步，所以至少有4个后步就对啦，骗术。所以在我看，咱咧讨论讲教育部汉罗是万罗，万难的万万罗，还是教罗，这无啥意义，因为伊的意思就是讲教育部的汉罗其实就是汉字，有当时加一个
罗马字甲你拼音安尼尔，嘛是全汉字啦，爱安尼甲看才对啦，吼所以这是咱若知影伊即几步吼，咱就袂了时间，互伊拄遐酷说吼。我认为吼，咱台湾同时有一站完了叫骗去这以后咱才搁讲吼咱相信讲伊讲的话就是照安尼做，其实无啦无照讲的好，这个问题我到遮就好。真多谢，就是确实即卖情形吼是安尼，所以咱嘛看到即个伫因足侪个出版品也是相关的，即个出版因的即个文学奖等等吼，就是因的即个闽南语罗马拼音呢，就是咧注解迄个汉字吼，所以真明显，确实亲像陈瑞生讲的吼，就是因即个伊从即个。专汉吼来当做台语文的即个书名语的吼，对白话字是一个真大的危机吼，白话字嘛渐渐伫即个体制内的资源哪来哪少吼，所以即个真多谢，这嘛是对对咱拢是一个足重要的提醒吼，就是讲继续无论是台语文运动，还是台语书写吼，咱拢爱搁继续伫即个体制外继续运动。我再有一个第三个问题是我家己就想要知影，头段即个分享内底无特别有讲到，就是有关台语戏剧的一个问题。我发现讲台语文运动伫无共的时期，包括伫1880年代林茂生在写即个台语的剧本，也是即个60年代吼40年代到60年代王玉德。为着吹杀台语，嘛有写剧本，所以到80年代、90年代时阵，陈瑞生你嘛有写即个有耳无喙、厝边隔壁，吼，也是陈明仁老师伊嘛有写台语的剧本，所以伫即个台语文运动史内底，剧本对台语文运动亲像有一个特殊的意义。即个特殊的意义，检测是因为即个戏剧伊无需要即个剧本，一般民众袂看到，所以透过迄个剧情。甲即个演出会当上紧，互观众了解迄个作者伊的意念吼，伊的理念也是教育的意义。所以，但是伫即马来看，就像即马台语文运动较无特别对戏剧有特别的即个讨论吼，虽然即马嘛有台语戏剧，但是较毋是台语文运动诶人吼在进行，所以我想要请问陈瑞生，你进前写诶遮剧本，比如讲咱知影有耳无喙，伫北美足受着欢迎，吼，迄个时阵咧演出诶时阵足受着，迄个时阵伫美国诶台湾同乡因诶欢迎，所以敢会当请你小分享一下戏剧，你写戏剧诶即个对你来讲。伊的意义，佮有戏剧对台语文运动有啥物款的意义？多谢。多谢哦。这个戏剧的重要性哦，就看这个台语运动的无同阶段变做无同的重要性出来了哈。伫这个90年代呢，我戏剧是。拢伫两档来写的尔，以后就拢无搁写吼。即两1994到96，我想是安尼，94到96啊。迄个时阵写戏剧完全是为着要推销台语，即个台语运动啦吼。所以迄个时阵的戏剧吼，即个拢真简单短吼，无咧讲究讲背景啦啥货吼。甚至咧有一两出是敢若广播剧，毋免舞台，用讲诶就会使，这就是完全是运动式诶即个戏剧，即个近代呢，即个近代即个台语运动到咱足济台湾人拢袂晓看、袂晓读、袂晓讲、袂晓听啦吼。所以即摆现主是上要紧的是，互人会晓听、会晓讲安尼吼。写甲读都变做较无以前变做第一个。
对于已经会晓台语、会晓讲台语人，变做无像以前遐要紧啦。吼，即摆上要紧就是讲要，互你引起你会晓听，有听的机会，有讲的机会。吼，啊，戏剧就是即个时阵是效果上好的方法啦。吼，效果上好的方法，因为你来听看人表演，啊，欣赏了后，你会听会记住，啊，就学起来安尼。吼，啊，至少你的注意力会开始注意讲台语啊，会当做这项代志，演真实的戏剧安尼吼。所以这是这个时阵，这个阶段，吼，伫台语继续衰弱的阶段，这个戏剧愈来愈要紧啦。吼啊，我相信啊，运动的效果会愈来愈好啦。吼啊，最近呢，咱来看一个例啦，这个暖暖专门去广播电台吼，伊有真好的广播剧的节目。吼，啊，伊即个运作的方法非常好，安怎讲咧？伊毋仅是演即个广播剧，吼，有声、有音乐、有啥货吼，而且伊个招人来演，吼，开即个播音广播音诶班。叫大家来学，来选人来参与，变做参与者，吼，这个演员变做参与者，吼，观众变做参与者，这个方法哦非常好，比甲啦演剧更较好啦，吼，所以吼，这个戏剧吼，应当是爱更较重要，更较吼有迄个资源来发展才好啊，相信。这个抗战吼，戏剧是最重要的一个方法啦，吼，多谢。是，多谢。讲到这个暖暖专门课吼，我嘛发现伫这个上课的时阵吼，阮伫上这个大学国文，针对台湾文学系以外的学生啊，我是互因看陈瑞生你的作品，然后听迄集吼暖暖专门课在介绍这篇作品的这个广播剧，迄个效果就好。就是讲学生因真正会当听到，因为这个暖暖专门课的这个台长吼足用心在做这个内容吼，所以会当听到安怎演出，佮有人来分析吼，佮有做陈瑞生的你本人嘛会讲一寡看法，所以学生拢知影这个电台的这个节目吼，对因真有帮助嘛。有就是学生讲伊听这个广播剧吼，互伊对这个文本更加理解，更加有兴趣。所以确实这个广播剧这个嘛是足重要。戏剧吼，检测嘛是未来台语文运动一个会当更加重视的一个主题。好，真多谢拄则这三个问题是我就是整理吼想要请教陈瑞生的问题刷落来时间呢吼，咱要邀请地点吼，地点遮嘛有代表协会吼，有准备3个问题吼所以咱即嘛要提醒咱线顶的朋友吼，恁若是有问题嘛会当留话，因为咱地点问了以后的时间吼，咱就要交互线顶的朋友吼，会甲你的问题整理来问陈瑞生的，所以请大家把握即个机会哦吼。好，安尼咱即嘛甲时间交互地点。好，非常多谢吴真教授吼。咱精彩问题都有新的回答吼。接下我遮咧就代表咱大教台语文促进协会吼，来甲新的互动提问吼。阮遮问题吼，主要有3个方向吼。头一个方向是即马现处是台语环境咧台语使用环境的问题。第二个方向是现处是咱台语书写所当着的问题。过来就是甲新的创作甲作品相关的问题。好，头一条吼，我遮问题是咱目前吼伫海外的台同乡会吼，拄则新的咧分享的时候嘛有讲到吼，伫30-40年前伫咧海外的同乡会讲台语其实是真普遍的现象吼。毋过伫咧现处时咧同乡会拢已经转做中国话为主。要请教新的吼，对这个现象有啥物款的建议佮有看法？会有这个问题吼，我先来小解这个问题，这个背景吼。这个问题吼是阮协会
一位幼稚伊是伫1986年出世的，目前伊是住伫咧美国的印第安纳。伫咧5年前伊参加即个海外的同乡会就开始发现有即个现象，就是士大人会主动甲士大人做汉地主动甲少年人讲台语，也是讲真侪时段听到讲少年人讲台语，嘛是拢用中国话来。检查有一寡理由啦，像讲想要互少年人会知影，伊嘛会晓讲中国话。伊即马士大人可能嘛感觉因家己的中国话能力是袂歹，也是讲家己我来看一下，家己迄个台语伤久无讲啦，煞袂惯势啦。嘛有人会替做到替大家设想的啦，想讲安尼着讲中国话大家拢较听有啦。伫海外有即个现象伫咧台湾即个现象会使讲是搁较严重所以想要来请教先的即个问题关于即件代志有啥物款的建议甲想法？多谢。好，多谢。即个你讲的即个观察无毋对，真正确伫有一站有一站伫台湾，伫海外即个北美啦同乡聚会时阵无像以前安尼，以前拢是一律拢台湾话，即摆有一站真久拢渐拢变做讲中国话去即个但是最近2、3冬即个趋势，即个趋势有改变，有改变真济不管伫线顶的聚会啦，还是同乡会有改变真济，就是讲渐讲台语的人还是场合渐有增加。还佫另外一个较真好的现象，就是讲假使讲人咧讲华语，你一直用台语甲应到尾真侪人拢会当做台语来甲你讲无像以前安尼摆脱，讲你若讲台语，就无爱甲你讲，无像安尼。即摆渐会当接受台语，而且会倒转来甲你讲台语，所以这是我相信这个趋势有开始咧改变啦。这是我简单的解说好，非常多谢先的咱嘛毋茫讲，不管伫咧海外还是台湾即个现象咱拢有法度有才调看豆咱来转变搁来后一条问题是讲像讲咱拢知影讲台湾通信台湾通信原底是30年前咱伫咧海外甲梁光先生陈梁光先生所创刊的甲迄时阵陈瑞生的遮嘛有参与真济特别是拄则有讲到即个讨论图电子上组台湾通信为2011年开始刷转来台湾了后佮甲即个网报合刊了后台湾通信原本即个运动的性质有啥物变化敢是有衰弱真济去？毋知影先呢对即个议题有啥物款的看法？即个议题我做一下补充其实这是3年前是吴希美先生伊是甲即个台湾通信30年即个议题，佮开始伫台湾遮吹杀实践出来所摆嘛有开始有真济少年人开始认捌即段台湾通信过去即段重要的历史啦若是无几当前即个日头即个北美即个台湾运动的火，敢是花去的即个可能性真悬即个问题要请教先的。好，这个问题我分落2部分啦来讲第一就是这个台湾通讯这个30年前的这个组这个编辑组甲这个团体变化第一个变化就是这个
真济组员，即摆拢70岁以上啦，这个你，所以这个活动的能力啊，无像以前安尼透风落洗衫拢会当做的，这是第一个因素啊。第二就是这个即摆台湾通信这个原来这个组有做的代志，即摆是渐渐是这个线顶编辑组无做了，这个线顶最近线顶的活动加真济啦特别是甲其他的团体，像北美妇女会啦世界台湾文化论坛种种的合作愈来愈密切合作了嘛真好啦线顶的活动加真济啦这个科技啊，互咱有这个法度通做另外呢，这个咱这个其实多伦多这个组嘛是有新的少年人入来啦特别是4、5年前、5、6年前这个一位是语言学博士一品级这个少年人来参与了我感觉讲加真这个做的代志加真丰富出来这个其实说伊是语言学的博士荷兰的莱登大学的伊来托隆多了做真济代志这个包括伊编一寡用英文甲台语的这个册用英语甲台语的册，真专业的册而且佫帮助真济最近台语册的出版比如讲开花季节咱人的世界甲这个最近 Homos 这个侦探故事的翻译伊拢参与真济所以这个原来是一个新的发展真好的发展希望啦希望过来真济较济这个少年人会愈来愈参加，这是这个原来这组台湾通讯这组这个目前这个爱注意的物件，就是讲安怎传承把这个物件、这个动力传承给各过来少年的这代包括咱台湾这个编辑组所收集的这个手稿资料啦历史资料这要安怎传承这问题这是关于这个编辑组的这个工作多伦多台湾语文中心的工作部分第二个部分这个虾米甲打到这个团队我小可来讲一下虾米伊伫这个2019敢是2019反正咱伫加州是第一摆小句转来了后，伊伫台湾做足侪代志足重要的代志亲像讲伊发展的这个台语软体字典拍字啦种种这个软体足重要互大家安尼用这对台语的这个发展的贡献足大真正足大而且伊所组织甲恁打到这个团队台语博览会台语打到协会这个组织的活力甲活动足成功足有活力利用现代科技这阮老一辈拢对袂着特别是恁甲这个现代台湾系甲就这个基金会种种合作了足好实在干那这几点互我感觉讲咱台语伫台湾的传承我感觉继续乐观啦继续乐观这个我想大概安尼啦好多谢非常多谢先的过来就是拄则先的其实有讲到像讲台湾通信为30年前起过
除了台湾通信吼，咱阁有一档一摆即个世界台语文化营。掠外吼，咱最近嘛阁有即个世界台湾文化论坛。若就先咧吼，你对咱现代台语文运动吼，甲即个过去30年前吼诶比较吼，先咧感觉有啥物无共？请你甲问题佫讲一摆，我听较详细一下。就是咱现代台语文运动，甲30年前，咱知影是台湾通信嘛，佫有咱为迄时阵开始，一直到呾佫有即个世界台语文化营。若像讲现代台语文运动，像讲拄则先咧有讲到诶，像讲咱伫咧海外有即个基品治先生，还是像讲伫咧咱台湾吼，像讲咱协会，佫有现代台湾系咧做诶遮台语事工吼，30年前甲现代台语文运动，若两边落去做比较，先咧感觉有啥物无共吼？好，呀，即个无共诶所在当然真济啦吼，一般讲来是继续有活力吼，因为30年前台语运动是足孤单，技术嘛真有限啦吼，即摆咧，即摆少年人吼，会晓利用即个科技吼，资讯的科技吼，这足重要，这足重要。我感觉吼，这对救台语即个功能吼，实在是足要紧，真加载的物件。即个天公伯啊，赏赐咱的吼救台语的工具啦吼。这少年人比阮继续熟手啦，阮是无法度啊，已经out度啊吼。第二方面吼，因为咱即摆台语运动吼，较无像30年前遐孤单吼。即摆台语运动吼，即个互相联络变做愈来愈要紧，吼，连接起来，吼，嘛有迄个，即摆嘛有迄个工具甲技术来连接起来，吼，像讲咱海外的台语网络顶悬的台语运动，戏剧的台语运动，吼，基金会的台语运动，博览会啦，啥物种种吼，拢咱愈联合起来吼，即个势力就愈强，吼，这是一点。阮迄个时阵毋免考虑诶代志，恁即摆就爱考虑安怎联络起来，吼，即个第二就是讲吼，即个少年人吼，即摆爱个有少年人入来，吼，即点，阮迄阵吼咧做运动诶时阵，也无想到一点，阮是甲咱讲头来落就拍拼，但阮迄阵无想到讲30档后要安怎。恁即摆开始来想安怎培养即个佫过来迄代诶人，吼，来传承落去，安尼吼。好，非常多谢先咧互阮诶建议吼，真正确实真要紧吼，少年人入来真正是介重要吼。佫拄则先咧讲到诶即个联合诶问题吼，像讲30年前，我感觉这是咱延续即个台湾通信诶精神啦，就是甲大家三角经好调。大家有法度联合咱的力头才会大吼，这嘛是咱即摆一直利用现代科技想要去达成的，嘛是看到讲30年前台湾通信咱的精神吼，所以这嘛是阮即摆一直去想要去做的。过来吼接续第二个部分吼，想要请教先呢，甲个人甲书写这方面相关的问题吼。好，头一条问题吼，想要请教。真诶吼，嘛是共款吼，30年前90年代吼，迄个台湾人对即个台文台语所书写诶看法，甲现此时咱2024年吼，现此时对台湾人对书写诶看法，真诶感觉讲差异有啥物无共款诶所在？这部分要请教先诶。即个30年前台湾人即个书写看法吼，甲即摆台湾人对书写看法，我想基本上讲起来是共款啦，吼。拄则我伫即个 PowerPoint 有讲，即个咱台湾人对咱家己母语的看法吼，拢经过
3个阶段啦。第一就是伊晓伊讲，咱台语会当写，会当讲是无毋对啊。有的人根本就袂晓讲啊，你甲讲会当写伊就想无啦，伊讲哈 what 即个第一个阶段啦，我相信即摆真侪台湾人嘛是，即个第一个阶段是安尼啦，停伫遮啦，第二个阶段你若甲伊说服讲，有会当写伊就问讲要安怎写，要啥物货，是毋是拢来用汉字写就会使，伊即摆看到拢是汉字诶写，啥物叫做罗马字，种种遮个问题就出来，有诶人停伫即个阶段，你要搁叫伊搁进一个阶段，伊就停无法度，搁过来才进入去第3阶段，伊若相信讲会当写，伊就问讲是安怎态度爱用安尼遐尼啦，加薄就用英文写就会使，用中文写就啥啦，种种诶问题就出来，这是毋仅是海外台湾人，毋仅是30当前的台湾人会经过的阶段啦，我相信即摆真侪台湾人原来是爱经过即个阶段啦，你毋知有回答你的问题无啦？真正确实是安尼吼。过来咱要请教先的是讲，咱知影像拄则先的咧分享的时阵有讲到讲，台湾通信其实伊一项功劳就是催促搁较侪人愿意用汉俄合写的方式来书写台文。但是先嘛有讲到，就是汉俄伫咧未来可能嘛是死路一条咧。安尼若接续咱要安怎去搁较侪人用啥物方法愿意去接受专俄，用专俄来书写？另外，若是讲即个专俄是用闽俄咧，若是用闽俄来写咧，安尼敢会去离迄个台湾民族要建构的路愈来愈远？即个问题要甲先咧请教。这是真好的问题迄当时2008年迄阵就有咧想讲，即个台湾通信运动爱搬去台湾因为将来即个台语文运动的战场是伫台湾啦，迄阵就有迄个构想也有咧计划即个遮侪当了后我也相信讲即个搬线搬了真对啦，虽然中间困难真侪啥货种种也是有伊的真大的即个成功的所在，虽然毋是拢完全成功为什么安尼讲呢？因为即个台湾通信搬去台湾了我想上大的迄个改变，迄个时阵的改变就是讲咱拢知影台湾通信伫海外诶时阵是多元，你的内容是多元搬登去台湾了，网报了后变做文学性的刊物啦，即个有好处也有歹处，当然是安尼。但是你若纯粹为台湾运动的立场就是讲即个变做台湾通信网报变做一个较民主化的刊物出来，就是讲你任何人无啥物底底，拢欢迎你来读，你来用，你来投稿安尼所以有一站真久的时间台湾通信网报所刊的文章的水准有较低啦，甲即摆比起来有较低，内容不管内容啦文字啥拢有较低，但是伊真普遍化，真民主化，你阿狗阿猫读捌台文捌无几礼拜，你嘛会当写一篇文章，按台湾通讯网报嘛要甲你看啦，搁另外一点伫台湾本岛即个战场有一个好处，就是讲伊伫台湾台北啦各地真骨力在办台语文运动的活动，经过即个活动，来互即个台湾通讯网报变做真愈来愈普及化去，所以
这个台湾通信网部吼，伫台湾吼，这个专案吼，到搭看起来算做成功真济啦吼。你甲看最近几年的文章吼，迄个水准吼，愈来愈内容的水准，啊，甲这个台语开口的水准，愈来愈悬。虽然啦吼，虽然伊用的是吼，这个汉字甲闽语，吼，这是伊的缺点，我感觉无毋对，这是伊的缺点。希望吼，愈来吼，伊汉字的用成分愈少啊，用白话字，毋是平语字，白话字文章会愈来愈济。啊，我相信吼，我拄则讲的即个吴真教授讲的即个咱台语文书写的即个长期的趋势吼，自然是会安尼啦。因为吼，即个台文失落吼，台语失落了伤过紧，吼啊，汉语基础愈来愈无，吼，所以你若干来用汉字，佮加拼音字即个概念吼，挡袂久，吼，这是我的回答啦，吼。好，我相信安尼先的观点是非常的清楚啦。啊，因为咱时间的问题吼，我遮着搁用最后一个问题来问先的吼。咱因为要留搁较侪时间互大家吼。大家若是有任何问题吼，嘛拢欢迎会使先留话吼。好，安尼我遮最后一个问题是吼，嘛是甲书写相关的问题。哦，这部分是甲针对先的个人吼。先的你敢有法度接受吼？你个人的白话，你的作品吼，白话字的部分吼，从改做闽语吼。这部分先的吼，你敢有法度接受咧？这爱两个角度来看吼。我个人若讲我个人的角度啦吼，纯粹思考我个人，我是未接受吼。但是呢，我有一个歹习惯，就是讲吼，我个人以外，我爱讲想讲嘿，这对整个台湾语文运动吼，有好处还是歹处？啊，有啥物好处，有啥物歹处？是毋是会当忍受啦？吼啊，所以这爱一个 case 来考虑啦，吼啊，比如讲咱最近出版的这个台语，这个叫做啥？台语现代散文选，最近有出版一本散文选吼，啊，伊是用这个标准的汉字吼，啊，甲拼音字，伊讲的是拼音字啦，还是讲毋是伊是讲罗马字的款，讲罗马字啊，其实迄罗马字就是用闽语吼，真少字啦，闽语安尼吼。所以基本上讲起来就，我拄则讲的就是讲，咱这个教育部所讲的标准的汉字拼音字，其实就是汉字啦，其实就是全汉字啦。实质讲起来啦，吼，所以伊是安尼啦，吼。啊，但是伊内面的文章是个以前一寡全中文的文章，伊嘛甲改做即款的汉语，吼，啊个真济都是安尼啦，吼，所以。是毋是我会当用阮即个改变吼？我想是，若要较保守的来讲，就爱看 case by case，就讲一个案件一个案件来考虑啦。吼若准讲即本册叫做即个即个闽南语现代散文选，我不管是按运动的立场，还是个人立场，我会无同意，吼，我会拒绝啦，吼，所以这是真歹讲，真歹讲，吼，我一时无一个乌甲白回答，好，多谢。好，非常多谢先的问题，先的回复吼，咱嘛希望吼，咱大家拢先的拄好有真清楚分享伊的立场吼。好，安尼。咱接下来是毋是着甲时间搁交转来互吴真教授？好，
多谢地点的问题，我足多谢陈律师呢，拄则伫回答地点问题过程当中嘛，互咱更较清楚。其实即马线顶已经有真侪朋友有问问题我先分享一下拄则一开始咧，就是伫即个龙光遐伊有老话伊有补充迄个拼音字即个部分伊是写讲教育部所规范的台湾闽南语拼音系统的定位。毋是拼音字，是为汉字服务的拼音符号。伊有老话即个部分甲咱做补充。另外就是有一位应该是客人的客家朋友伊有伊有老话嘛是做一个补充伊是写我看一下伊有补充讲客家语言就是因为照教育部所推荐的汉字，所以到现在。推展真困难，会晓用教育部客家汉字书写有几个所以这是伊的一个回应确实是安尼咱看客语的问题更较重视汉字所以这嘛是造成客语推广的困难的所在。好刷落来有两位朋友有问问题一位是培敏一位是阿秋歹势，拄则阁有一位朋友应该是伫叫做刘威良伊有写补充这毋是问题伊讲伫澳洲同乡会嘛共款拢讲华语，少年人感觉安尼大家较听有所以这个应该是伫补充拄则地点伫问着海外同乡会的这个语言的使用这位先生有讲伫澳洲同乡会嘛有即种少年人普遍讲华语的情形。好即马培敏考培敏伊是咱成大文所博士生伊有问问题，就是讲想要请教陈律师呢咱头前有讨论到台文通信的理念，也有了提起有一段风怪气的时期虽然无讲解明啦毋过就是讲因现处时的路线原则的拢配合中华民国教育部的标准来推行佮因为就是讲现处时即马即个基金会算是台语文运动有代表性的团体，一般民众较容易接触会到。毋知按陈律师的理解，这对台语文运动敢有影响？主要但是其实这个问题拄则陈律师有小讲到就是讲伫这个汉字甲这个慢落的这个路线陈律师会认为未来应该行向以专落为主这是陈律师认为较理想的。毋知陈律师敢阁有要补充的部分，针对考培敏的这个问题，敢阁有要补充的部分？好，我这个回答这个培敏的问题以前我来讲这个梁公兄讲的这个拼音字啦伊讲这是完全为着汉字服务的拼音字，对拼音符号，对，完全100%，所以我拄则伫 PowerPoint 我有回答这个目前教授的问题咧讲。这个拼音字的问题，我就有讲，我讲其实教育部所讲的汉罗，汉字甲罗马字拼音，伊是专汉啦，伊是干那汉字佮加一个汉字歹读的时候用拼音用，伊若用波波啊，共款啦，用，就是完全是汉字的底字就对啦，咱毋通叫骗你。这是一点第二点这个咱的客家同乡讲客语就是照教育部的这个汉字的这个标准化来做，所以真困难，这完全无毋对啦。客语的经验就是咱台湾台语的这个一个真好样本啦，假使咱若无识字，咱会像客语安尼，因为客语即摆受到文化部、教育部补助真侪资源，所以
因控制了更较厉害，吼、啊，这都是咱台语文运动爱看清楚的所在，吼、啊，我拄则讲一句讲，这个教育部，我回答无这个问题时，我教育部对台湾呢，讲较歹听，骗术有4步5步安尼，迄个骗术，哦，咱爱看清楚，哦，根本上是骗术啦。安怎我讲骗术呢？伊讲了无照伊讲的做嘛，吼，伊讲咱大家来用标准汉字，吼，啊，咱大家来用拼音字，啊，其实伊是做的拢是汉字，啊，做遐有诶无诶汉字，哦，这是骗，哦，所以我讲骗术其实是无伤过分啦，吼，这点安尼吼，啊，过来咱回民的问题吼。回民的问题，回民考回民嘿，回民嘿，回民是回民嘿，回民的问题吼，我拄则有小可闹着啦吼，讲咱台湾同时有一站啊，向怪去吼，那就是我就是咧讲即个教育部迄站啦，伊咧讲吼，哦啊，咱逐个母甲乱七八糟吼，咱来统一标准化，吼啊。迄阵大家拢足紧张哦，伊讲连面要用通用，连面要啥？啊，结果大家哦紧张哦，叫吓着哦来，暂时来用，吼、来用这个拼音字，迄教育部定的拼音字，吼、安尼其实了后伊随着变过啊，吼、这就是我咧讲的叫变过安尼，吼、这个迄落啦，吼、这个说明啦，吼，我唔知迄个画面，这个问题以后有刷一个什么回无？我有讲无到的无？回民伊主要就是要问讲就是讲因为拄则有讲到即个头段迄段历史吼，所以在问讲即马即个台湾通讯网报因的路线基本上是配合教育部的即个，嘿所以陈律师对即种现象，因为即个基金会其实是代表一个台语文运动的一个对所以就是讲毋知按陈律师的理解吼，就是讲即对台语文运动敢会有影响？还是讲咱对即款的刊物，还是讲即款的现象未来发展有啥物看法？是啊，是我知影你的意思，这真要紧吼。这个台湾通讯网报吼，伊的功劳足大啦吼，因为伫咱这个前30档吼，伊伫台湾吼替咱这个台语文运动吼，拍一个足好的这个社会基础就对啦，吼，变做平民化吼，真民主化去吼。但是咧，因为即摆这个语言的环境的改变吼，这个模式可能爱对咧改变才对吼。我是足希望啦吼，足希望咱这个下当吼，这个尤其是台湾同志遮尔啊重要有影响力的刊物吼。应当会渐渐吼，这个汉语吼的部分会愈来愈少，这个白话字的部分会愈来愈侪啦。我相信吼，我相信咱台湾的民主甲安全有存在的一日，咱这个台湾语文的前途吼是。愈来，这个汉语的用途会愈来愈少去，自然的安尼，因为咱台湾人的人口开始袂晓读汉语，用汉语来读台语。你若要学台语，一定要为白话字开始，袂当用拼音的字来开始。这是足自然的长期的趋势啦。所以台湾通讯网报，那会当真注意这点，开始来适应各过来30档的这个咱台湾语文的趋势，应当是真要紧较好的代志，多谢。
多谢，真多谢陈医生呢。因为时间的关系吼，最后阁有一位朋友吼，是阿秋吼，林阿秋，伊的问题是讲，陈医生是学医学的，是安怎会想要写作，而且阁真熬写？这是伊的问题，就是讲陈医生，你是学医学的，是安怎你会想要写作，阁遐尼熬写，请你分享一下。这是阿秋吼，阿秋的问题。第一个问题吼，我是读医学的吼，我的回答就是讲我读唔到册啦。我应该爱去读文学，但是加在我无去读文学，因为我若去读文学了吼，写出来物件都是普通啊，甲大家拢相像啊。加在也无去读文学，吼读医学吼，读医学互我会当有真安定的环境甲心情吼。若阮牵手无甲我吵啦吼，我会当真安定的心情来写文学吼。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啥啦？我会写出来文学吼，大家爱要读咧。我嘛唔知啦吼。我相信是因为吼，我这人吼爱做梦爱讲古啦吼，所以我写文学吼是照我做梦照我讲古迄个形式来写吼。上要紧的就是讲我写的物件吼是口语，是你逐日生活中间所看到的物件，你袂青分，你感觉足亲切，主要是安尼啦。我相信是安尼。这是可能回答你部分的问题啦。多谢。多谢。最后有一位朋友吼，伊这毋是问题吼，伊是伊的感想吼，叫做郭仲坤先生。伊写讲陈瑞生的台湾疼心，使阮敬佩，感谢。伊写一段话要感谢陈瑞生，安尼。所以以上是地点这边，敢是这就是最后一位观众的问题吼。应该是吼。好。安尼，因为时间的关系吼，咱即摆已经12:03吼，歹势有超过时间。咱真感谢陈瑞生呢，今仔日半工会当甲阮分享遐尔宝贝的议题，嘛足多谢线顶的朋友吼，今仔日遐尔暗光照吼，当到即马吼，拢为着要来听陈瑞生的分享。透过陈瑞生的分享，佮有回答嘛，互咱知影讲30当前恁的精神吼，延续到即马。咱台语文的运动，甲台语文学的路，也佮有真长的路，爱做伙来拍拼。所以这是嘛甲咱所有线顶的朋友，互咱做伙来拍拼。嘛足感谢地点吼，佮有。打到台语开讲社吼，台文博览会吼，特别是下米吼，对即个陈瑞生的即个讲座诶，即个筹备的过程吼，足侪朋友有机会当听到陈瑞生的分享。虽然今仔日活动真顺利吼，真圆满，安尼咱就甲时间交转来互地点，好无？真诶，敢是举手？真诶，陈瑞生，你敢是有举手？你敢想要讲话？我研究，是的，安尼咱最后交互地点吼。好，非常感谢吼，非常感谢迄个吴真教授吼，佮有先的吼，今仔日吼，互咱遮精彩的对谈吼。好，咱活动上尾吼，咱嘛非常感谢各位观众吼来互咱当到上尾吼来参加咱线顶的即季的台语的讲座吼。咱台文博览会吼，咱除了办这全台语的讲座以外吼，咱逐个月吼，佮有超过10场以上的即个台语活动吼，线顶的实体拢有吼。除了讲座，咱佮有课程、开讲会、读册会吼。那对咱咧办的活动有兴趣的、有趣味的吼，拢会使扫即个 QR code 吼，就会使找着阮，会使来参加阮的活动吼。好。讲咱逐个月第3个拜六吼，有即个台语开讲会。咱即个台语开讲会吼，非常适合咱想要进入台语环境的朋友吼来参加。也是讲你想要练习讲台语，但是开嘴讲台语，咱短短10分钟吼，会使来甲阮分享你的经验、你的生命经验，你的故事、你的专长，拢会使。
咱嘛非常欢迎吼，大家来甲咱做伙讲台语，来这个开讲会，逐个月第3个拜六。过来是咱除了咱台语的讲座吼，除了咱新的这场台文作家系列讲座以外吼，咱阁有加什么的讲座嘛非常欢迎吼，咱小介互咱朋友吼，想要学台语的数字法的，还是用现代艺术典要来学台语更较进步的，咱拢非常逐个月第3个拜日非常欢迎吼来报名咱的加什么讲座，这是咱台语的讲座，咱逐个月拢有2场。好，咱今仔日这场吼是咱台文作家系列讲座吼单类系列的第2场，咱接下来阁有4场，咱要用咱就是要带大家来做伙来甲咱熟悉单类吼，来带大家来做伙甲咱熟悉单类。好，过来是这是加什么讲座，听话甲想话吼，拢有无共款的这个。讲这个数字法，阁有讲这个找台语吼，书店要安怎找吼，非常欢迎大家来报名。好，阁有咱读册会吼，逐礼拜逐个月吼有超过5场的读册会吼，逐个月第2个拜一甲第4个拜一吼，咱读这个汉乐，特别是罗马尼是白话字的这个作品吼，来担任一个台语文学选另外吼，你若是要互你台语吼更较进步的吼，嘛会使来读这个找台语的读册会吼，咱这逐个月逐礼拜3吼，逐礼拜3拢有这是读咱白话字的文学作品。过来咱嘛有定吼，咱10月吼会开这个台语读写基础班，阁有进阶班这相关的资讯吼，拢非常欢迎会使找咱这个台文博览会伫咧。Facebook 吼，拍这个台文博览会，就会使找到咱活动以上讲的活动，阁有课程相关的资讯。阁有咱协办的读册会，这是老台语叙述台语社有5个读册会吼。除了单类的读册会嘛，有单名人的读册会，嘛有台语台湾念歌的读册会。相关的资讯吼，咱伫老台语叙述的台语社这个 Facebook 拢找到。好，安尼今仔日吼非常多谢大家吼来参加咱的活动。顶管所讲到的活动吼，咱拢伫即个 QR code 拢找得到。好，上尾咱伫2礼拜后吼，9月初8吼，就是咱后一场的台文作家系列讲座。咱是老台语叙述台语社的单类文学读册会读册班，要规定吼，要来甲咱分享吼，来用读者的角度。来熟悉单类先生的作品吼，若有趣味的吼 QR code 扫落去，咱就会使直接来报名咱后一场的活动吼。好，安尼今仔日的活动就到这吼，咱搁一摆吼，多谢先的搁有多谢吴真教授，好，多谢大家，多谢，再会，多谢，再会，多谢，多谢邓女生啊，多谢，多谢弟弟，多谢大家。